呢一集會講解2018年 DSE Geography MC 列27題。題目問幅圖入邊有啲咩耕種方法？選項 A 水耕法 Hydroponics 係明顯地錯，因為你會見到啡色呢啲就係泥土，而選項 A 嘅水耕法係個水入邊種植物。選項 B 耕種法 Intercropping 喺幅圖度會見到，因為咧你會見到兩款唔同嘅植物，包括高啲依欄同埋矮啲依欄，唔同嘅植物間住咁做就係 Intercropping 耕種法。喺幅圖入邊你都會見到 Arable Farming 而唔係選項 C 嘅 Mixed Farming 混合農業，因為你只係見到個 farmland 係只係種植物而係冇其他動物。而選項 D Extensive Farming 粗放式農業，我哋喺呢幅圖度係睇唔到嘅，因為我哋要睇啲農夫係用咩方法嚟耕種呢啲植物。如果有一紮農夫喺度合作耕種呢啲植物，就係 Intensive Farming 集約式農業。如果見到啲田好少員工，咁佢就實行緊 Extensive Farming 粗放式農業。所以呢題嘅正確選項係 Boy Intercropping。